通背拳傳人趙洪剛耳光大賽被 KO。各位觀眾，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單真係聽落去都覺得荒謬到極點嘅體育盛事，一場比賽竟然可以將你嘅國粹同埋顏面，係真係塊面啊，一齊打到落花流水。呢件嘢就係發生喺沙特阿拉伯嘅耳光力量大賽，聽到個名你都知，呢個唔係打拳，唔係打功夫，係純粹簡單粗暴，真係面對面扇大嘴巴。而我哋嘅主角係一位嚟自中國嘅選手，佢叫趙洪剛，佢唔係普通嘅體育選手，佢有背景㗎，佢係祁家通背拳第9代傳人。聽落去幾有武俠小說嘅味道，一身絕學，平時拍片又劈磚又擲鋼板手，喺短視頻平台上面有幾百萬粉絲，係個響當當嘅武術網紅，大家都滿心期待一位全武高手出山，係咪可以大殺四方，為中國武術揚威國際？點知結果係點呢？趙洪剛3巴掌俾人 KO 咗，到地嗰陣成塊面青晒白晒，眉角要縫針，顴骨仲有骨裂。哇！呢單嘢一出，成個武術圈炸開咗喎。有啲人話佢雖敗猶榮，起碼敢上台；有啲人話呢啲就係傳統武術嘅至暗時刻，又一次俾人打到現形。今日我哋就嚟深入八卦下呢場比賽到底有幾咁癲？點解一個苦練通背拳嘅武術傳人會輸得咁慘？同埋呢個所謂嘅扇耳光大賽背後究竟係一個體育聯盟，定係一個搏命嘅馬戲團？要講耳光大賽，你唔可以唔提一個人，就係格鬥界嘅傳奇人物，終極格鬥冠軍賽嘅老闆兼 CEO， 嗰個被我哋中文網民叫開白戴拿嘅猛人。白戴拿呢個人，佢將瀕臨破產嘅 UFC 變成全球最賺錢嘅格鬥品牌，佢簡直就係格鬥界嘅點石成金手。我哋熟悉嘅張偉麗都係佢旗下嘅簽約選手。2023年，呢個老細可能覺得 UFC 唔夠刺激，佢腦筋一轉，諗到一個更癲、更原始、更適合短視頻傳播嘅點子。耳光力量聯盟 Passlap， 你話呢個比賽幾粗暴，簡單到你唔信。兩個選手面對面站立，猜硬幣決定邊個先打，然後輪流用張開嘅手掌大力咁扇對方塊面。獎金幾吸引，由45,000到8萬美元不等。雖然同 UFC 正經比賽比，蚊比同牛比，但對好多搏擊選手嚟講，都係一個搏命賺快錢嘅誘惑。最重要嘅規則喺邊度？你唔可以閃，唔可以縮膊頭，唔可以移動個頭，你必須保持身體直立，下巴抬起，隻手仲要背喺後面。硬食，你淨係可以戴護齒同耳塞，但係呢啲對防止腦震係完全冇作用嘅。呢個規則根本就係將人類最脆弱嘅部位個頭變成一個掟把，俾人全力抽擊。所以呢個比賽嘅高光鏡頭通常都係幾十秒內分出勝負。咔嚓一聲，一巴掌，有人就瞓低咗。呢種極致嘅暴力美學同埋戲劇性，咪就係完美配合短視頻傳播咯。白戴拿真係聰明，佢照抄當年 UFC 嘅成功經驗，講故事做神，然後將流量變成 IP 價值。但係呢個比賽真係搏命㗎。有網友就問，會唔會死人㗎？答案係會。早喺2021年，波蘭就有一個46歲嘅選手喺扇嘴巴大賽中被擊倒後，因為腦出血而入院，最終無救，喺昏迷中去世。醫學界對呢個比賽嘅擔憂係一致嘅，呢種比賽完全集中攻擊脆弱嘅頭部，嗰種側向嘅猛烈衝擊會令你柔軟嘅腦組織喺頭骨裏面搖晃旋轉，極容易造成腦震。喺禁止防禦同閃躲嘅情況下，參賽者就好似一個自動化嘅腦損傷製造機。但係呢啲醫學界嘅質疑阻擋唔到白戴拿賺錢嘅決心，更加阻擋唔到一班搏命想上位嘅選手。
而我哋嘅通背拳傳人趙洪剛，仲有丁苗等中國選手嘅參賽，就啱啱滿足咗白大拿呢種全球流量嘅野心。好，鏡頭轉返去沙特里雅德，2023年10月31號晚，中國選手趙洪剛對陣哈薩克斯坦嘅阿曼塔耶夫。賽前賠率顯示，趙洪剛係唔被外界睇好嘅。可能係因為佢太過新仔，又或者係外界對全武嘅實力本身就有所保留。比賽開始先要抽籤決定邊個先打，呢個好重要，因為有統計話先打嗰個勝率高達65%。原因好簡單，你先打一巴掌，對方就算唔 KO，都一定係暈暈地，影響佢之後嘅出掌力度同狀態。結果阿曼塔耶夫抽中咗先手。第一回合，阿曼塔耶夫出手，佢個動作好似格鬥專家分析咁，係屈腿、轉身、送胯、送肩，全身力量一氣呵成，將力度集中喺手掌上。啪一聲巨響，趙洪剛硬食咗呢一掌，雖然企得住，但係成個頭都震咗震。裁判拉開佢哋嗰陣，大家就見到趙洪剛嘅眉骨位置當場爆開，血流如注。你諗下，一開波就見紅，呢個係幾咁大嘅心理衝擊。醫生上嚟檢查，呢個時候趙洪剛其實可以選擇終止比賽，但佢係通背拳傳人，豪情壯志，仲背負住為國爭光嘅使命，佢選擇咗繼續打。輪到趙洪剛反擊，佢用嘅發力模式就係佢師父教嘅通背拳嗰種甩肩發力。啪，佢打落去，但係效果呢？唔大。阿曼塔耶夫企喺度，好似無視人咁。仲有阿曼塔耶夫做咗個小動作，佢輕微往後挪，卸咗力。現場裁判發現佢有輕微閃躲，判咗佢犯規。趙洪剛可以補打一巴掌。趙洪剛補打咗，但係仍然冇造成實質性傷害。阿曼塔耶夫完全係老江湖，佢嘅卸力技巧將趙洪剛嘅力度化解咗大半。第二回合，阿曼塔耶夫故技重施，打咗趙洪剛嘅右臉，就係第一回合受傷流血嗰個位。佢係針對性攻擊啊！呢一巴掌直接令趙洪剛嘅左眼腫到幾乎睇唔清嘢，佢身體開始搖晃，明顯已經進入迷糊狀態。輪到趙洪剛反擊，佢再次甩臂，但力量已經明顯弱咗。阿曼塔耶夫再次卸力，裁判又判佢犯規，趙洪剛又補打，但呢四巴掌打落去，阿曼塔耶夫仍然好似無視人咁。呢個時候，兩個人嘅差距已經冇辦法再迴避。到咗第三回合，阿曼塔耶夫可能因為第二回合發力過猛，右手都有啲受傷，佢決定換咗手。趙洪剛低住頭，硬剛，等待命運嘅審判。啪呢一聲，唔單止響亮，直頭係致命嘅。趙洪剛被擊中後，成個人神志不清，佢到地嗰陣，下巴仲合中咗中間分隔佢哋嘅雙指，然後直接昏迷到地，動都唔喐。裁判馬上宣布比賽結束，阿曼塔耶夫 KO 獲勝。高光時刻一下變成咗至暗時刻。趙洪剛賽後被送到醫院，眉骨縫咗5針，顴骨有骨裂，好彩無腦震。佢之後戴住墨鏡，眼腫到幾乎睜唔開眼。佢話佢會返國做進一步檢查，但係成個網絡就沸騰啦。點解一個轉武傳人會輸得咁狼狽？呢個問題就係成個事件嘅核心，發力模式嘅天壤之別。好多格鬥專家同埋資深拳手都公開批評趙洪剛嘅發力模式有嚴重缺陷。佢主要係靠肩膀嘅力量或者通背拳所謂嘅甩肩嚟出掌，就好似我哋平時用力輪格搏咁，力量來源主要喺上半身同手臂。但係專業嘅 Power Slap 選手呢，佢哋係靠腰胯驅動發力。你哋可以想象下，就好似打高爾夫球或者棒球揮桿咁，你唔係用手臂去打，你係要轉腰扭胯，
將全身嘅重量同旋轉速度一氣呵成咁傳導到手臂同手掌上，呢個先係最強大嘅爆發力。有網友用咗個好貼切嘅比喻，趙洪剛嘅出掌就好似推圓球咁，雖然有力量，但加速過程短，主要係靠手臂嘅推力。阿曼塔耶夫嘅出掌就好似扔鐵餅咁，佢嘅腰腿肩膀都在蓄力，手臂係圍繞軀幹為軸心作高速旋轉，所以爆發力異常猛烈。數據都證明咗呢一點。有資料顯示，趙洪剛嘅出掌力量平均係275公斤，而對手阿曼塔耶夫呢係412公斤。呢個差距喺一個唔可以躲閃嘅比賽入面，係會被無限放大嘅。而且阿曼塔耶夫仲有西方搏擊選手嘅優勢，頸部肌群更強，佢哋經過系統訓練，頸部肌肉可以更好咁緩衝頭部震，抗擊打能力自然就高。專業嘅體重控制，佢哋喺賽前極限脫水降重，磅重完之後又即刻補返水分同碳水，臨場體重可以比磅重時高出6到14公斤。阿曼塔耶夫實際體重可能比趙洪剛重差唔多10公斤，但趙洪剛呢，佢顯然對呢種專業嘅體重恢復戰術準備不足，所以喺科學專業嘅發力模式面前，純粹靠甩肩嘅通背拳係完全唔夠打嘅。就算通背拳唔係花拳繡腿，佢亦唔適用於呢種極端嘅力量對抗。趙洪剛嘅失利再一次將傳統武術推到風口浪尖，大家就好似俾人打醒咗咁，開始反思通背拳、劈磚、砸扳手呢啲絕技到底有幾多實戰價值。趙洪剛喺短視頻入面成日表演徒手冚磚頭同埋砸彎鋼板手，睇落去真係好似武林高手，力大無窮。但係有好多格鬥圈嘅人同埋有經驗嘅人就講，呢啲動作其實好多都係雜耍同障眼法。點解咁講？首先講劈磚，有網友仲有以前嘅格鬥家就講，呢啲動作係有技巧嘅，通常會將磚頭一部分放喺腳緣，留少少懸空，你喺下劈嘅一瞬間，依靠一個特定嘅切割力量放大，就可以完成斷磚。呢個係原理嘅運用。有啲人話，只要技巧得當，連成年女性都可以完成，最緊要係夠膽，唔好縮手。又例如砸彎鋼板手，佢哋會將鋼板手兩邊用磚頭墊起，中間懸空，你用手掌對準中間最薄弱、最受力嘅位置，咔咔咁砸落去，當然容易彎啦。呢啲動作就好似我哋以前睇街頭氣功表演咁，用長槍頂住喉嚨，其實都係利用發力嘅巧勁同埋視覺效果，係非常強嘅表演性，但係缺乏實戰性。以前俾徐曉東 KO 嗰個搏擊教練雷雷都講過，你平時打磚頭、鋼板呢啲硬嘢，你個拳頭打到目標後，你必須要快速收回，唔收回你隻手就會受傷，呢個會導致你嘅拳頭係唔收力嘅，無穿透力。但係你打人呢，人體有肉有骨頭，你嘅拳頭係有穿透力嘅，兩者嘅發力模式完全唔同。所以當趙洪剛喺山水間練完通背拳、砸完扳手，以為自己吸收咗天地靈氣，上到國際舞台，佢嘅發力模式依然停留喺輪格搏階段，遇上人家用科學、用數據、用全身核心力量訓練出嚟嘅現代搏擊發力，咪即刻現形咯。呢個問題亦係李小龍當年已經講過嘅，中國武術好多都係花拳繡腿，無法應對現代格鬥嘅實戰。如果話趙洪剛喺擂台上輸咗，咁佢師父陳闊喺直播間嘅反應就更加令人搖頭。陳闊，奇家通背拳嘅第8代傳人，就係佢教趙洪剛劈磚砸扳手，仲幫趙洪剛改咗個名叫中國耳光俠。趙洪剛去沙特遠征嗰陣，師徒二人豪情萬丈，話要身負使命，不勝不歸。比賽當晚，陳闊喺國內直播間解說，
第一巴掌打到趙洪剛流血，佢仲喺度興奮地話：你睇佢犯規啦，腳尖離地啦！佢專注喺對手嘅犯規，好似已經贏咗咁。但係到咗第三回合，趙洪剛俾人 KO 到地，陳闊同埋佢另一個徒弟喺大屏幕前就陷入咗長時間嘅沉默，嗰種尷尬隔住屏幕都 feel 到。比賽完咗，趙洪剛喺醫院縫針，仲發片話自己無大礙，骨裂縫針啫。佢表現得好硬淨，係個真漢子。但係師傅陳闊呢，有網民發現陳闊好快就將佢抖音嘅個人簽名改咗，以前係通背拳傳人，而家呢，改咗做迅甲愛好者。佢對呢場失利好似取咗一種切割同裝死嘅態度。呢個行為真係令人睇清楚，呢個武術圈子最終都係圍繞住名利兩個字轉。趙洪剛呢個徒弟喺呢場賭博中輸咗，面子同身體都受損。但師傅呢，眼見通背拳嘅名聲保唔住，就立刻刮席，唔再提呢個頭銜。事實上，趙洪剛同佢師傅嘅成名之路都同流量脫唔開關係，就好似師傅陳闊，佢出名係因為 UFC 選手張偉麗拜訪佢，學佢嘅地面襲擊發力。好多網紅見到流量商機就衝去拜師學藝，佢哋學嘅唔係真正嘅實戰功夫，而係一條快速變現嘅流量密碼。所以好多人批評趙洪剛，其實係針對緊嗰班長期喺網絡上盲目吹噓、灌輸虛假自信嘅大師。但係平心而論，趙洪剛真係輸得唔丟人。有網友話佢雖然輸咗，但雖敗猶榮，佢起碼係真男人。咁企上自己唔熟悉嘅領域挑戰，佢冇好似以前嗰啲大師咁，要麼報警，要麼揾藉口備戰。佢真係企喺度，挺直腰，硬剛咗3巴掌。單憑呢份骨氣，佢已經比只識喺網上口開嘅人強咗好多。佢係一個入戲嘅人，佢真係相信通背拳嘅戰鬥力，並為佢自己吹嘅牛去戰鬥，呢份勇氣值得尊重。趙洪剛嘅失利到底算唔算傳統武術嘅至暗時刻？有啲人話根本從來就冇光明過，因為中國搏擊喺世界競技舞台上面亮眼表現從來都唔多。李景亮同張偉麗都係靠西方科學化訓練體系先成功嘅。現代競技體育係同現代科技緊密相關嘅，發力、訓練、飲食、恢復，全部都有科學講究。但係中國傳統武術就好似啲模糊嘅經驗主義咁，缺乏科學邏輯，再加上嗰種天朝上國嘅盲目自信，遇上歐美用科學訓練出嚟嘅東西，一比之下高下立判。通背拳呢成嘢就好似一個警鐘，佢提醒我哋武術要進步就必須擁抱科學。首先要分清楚表演同實戰嘅界線，你集扳手同劈磚係雜耍，唔係戰鬥力。其次要擺脫玄學發力嘅迷思，學習核心力量驅動。好似雷雷咁，佢經過呢幾年嘅科學訓練，自己都有好大進步。我個人覺得趙洪剛有一點係值得肯定嘅，佢敢於走上國際競技舞台。中國武術要想融入國際格鬥比賽，你就必須將騾子係騾子，馬係馬拉出來溜溜。只有喺實戰中比較，你先可以睇到差距，睇到人家訓練邊啲方面比我哋強。呢個可能先係中國武術未來嘅發展趨勢。唔好再沉醉喺金庸小說同埋江湖騙術入面，要用科學、用數據去證明自己。趙洪剛輸咗，但佢起碼證明咗佢自己係個硬漢，無丟人。希望佢身體無大礙，好好反省，再練過。好，各位觀眾，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訂閱同點讚，我哋下次見。